为着要来推广到童军，而且鼓励小朋友加做一寡户外活动。今仔日来自各县市的童军会，到这个婚林的导览来做交流，配合着各种主题体验的活动，像爬树啊、像航棒等等。希望这小朋友透过活动，认捌着童军的精神。 有老师指导，每一个囡仔拢顺利爬起咧树仔顶，都算是头一摆爬树仔，嘛爬甲真顺。我问你，像你是第一次爬吗？那你在上面会怕吗？不会，觉得好玩吗？ 为了推广童军和鼓励囡仔去参加户外活动，今仔日来自各县市的童军会配合社区活动，来到岛南进行交流。童军的精神最重要就是勇敢，就是要踏出户外，不要再沉迷在家庭里面的手机啦，或是平板啦。即摆科技时代，囡仔自细汉就拢接触真侪种3C产品，加减拢无想要去路口耍，所以嘛希望透过这童军活动，互囡仔介意去路口。 运动，当军若是培养囡仔伫户外活动能力，嘛训练独立自主的精神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